大家平安。耶稣真爱咱每一个细囝，咱的阿公嘛是耶稣的细囝，咱的阿嬷耶稣的细囝，咱的爸爸、咱的妈妈，拢嘛是耶稣所疼的细囝。你的阿伯、你的阿姨，伫咱教会的每一个人，拢是耶稣所疼的细囝。伫恁学校班上的同学，有一些人好讨厌哦，但是耶稣还是非常爱他们。上帝嘛，甚至足爱遐个大賊狗，毋是因做大賊狗，上帝拢袂要緊，是上帝伫真艱苦心的中間，也阁无要放弃他們。所以伫世間的每一個人，無論伊是好朋友，還是好同學，還是乖乖的寶寶，還是不好的寶寶，耶穌攏非常疼，因為攏是上帝所創造的，上帝非常疼伊的靈魂。所以世間的每一個人，坐伫你的四周圍。无论是他是哪一个民族，伊是黑吧，伊是白吧，伊有读册无？伊是做老板，还是伊做新郎？每一个人在神的眼光都是神的宝贝，即使他现在是杀人犯，用上帝嘛看伊做伊的宝贝。所以咱看见伫十字架边啊，迄个冊伫最后的一刻讲，耶稣啊，请你纪念我的时，因为他承认耶稣基督，他一天晚上，伊就甲耶稣伫天堂的所在。安尼，咱就会当看见，就是我们过去多么不好，多么不堪，咱是失败的人，耶稣也看你做宝贝。所以世间每一个人的灵魂，上帝拢看最要紧。伊真期待，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不好，希望你会当来改变，会反悔认罪。所以有一条歌，小朋友的诗歌是讲耶稣喜爱小孩，像爱我。这条歌。听讲，大家人拢会晓唱，所以我望咱大家拢来唱。耶稣，真疼细囝的每一个人，亲像我。啊，咱圣经有咧写讲，当耶稣来到遐个小朋友来到伫耶稣的面前的时，耶稣阁甲因抱咧，抱伫伊的膝盖上。所以耶稣嘛真爱抱你伫伊的膝盖上啊，毋那是干那我尔，还有你，还有他。来，咱大家人会晓唱，咱就做伙来唱一遍神煞来比。啊，咱会当甲他爱时你的时候。看看对方，甲祝福。当你咧讲耶稣咧祝福你，耶稣咧听你的时，就是咧祝福伊。请咱琴来开始弹。是中啊？有吗？会晓？我听讲大人囡仔拢会晓唱吼，所以咱真轻松。咱囡仔日就是真简单的信息，咱望囡仔会当。去领受着，嘛望咱的大人过来复习一遍哈。耶稣是爱，迄个字调，你无谱吗？开始来了。好像太高吼，会太低啊呢。G 大调，你无谱互你哈，歹势失礼哈。
孩子，伊要去上主日学。这个小孩子我们就叫他叫做小华。这个小华足乖啊，妈妈甲伊讲吼，你逐礼拜拢爱去上主日学。伊嘛真正足乖啊，当然去主日学吼，你若早去吼，你准时到，还有奖品呢。你搁吼，若逐礼拜拢到的时候，教会的那个主日学校长也会给他奖品。所以吼，这个小明啊，伊足要紧的，逐礼拜我一定拢爱去上主日学。伊拢搁准时到，甚至伊一旦讲是一个模范生。伊隔壁伊有一个同班同学，住伫因兜的隔壁，叫做这个小明的去招小华。讲小华啊，你跟我做伙来上主日学啦。主日学足好的呢，主日学老师吼，拢会讲耶稣足疼咱的呢，你着爱来去。总是吼，小华吼，伊拢无爱去。伊讲我无闲啦，我无爱去啦。虽然住伫隔壁是好同学，伊嘛无爱去，伊讲我无爱去。那有一天呢，有一天会知啊，这个小华足无乖，伊透早去吼，伊透早就出去佚佗啊，因为因兜无温暖，所以伊拢去交一寡歹朋友。交一寡歹朋友吼，就去耍红仔飘。牧师的时代吼，迄个囡仔时代咧跋筊吼，有迄细个安尼做细卡的卡耍红仔飘跋筊就对啦。伊迄天拢跋输啦，跋输吼，伊有3个迄佚佗囡仔吼，拢跋输的时候，伊赢遐佚佗囡仔有几个拢有赢钱啊，干那伊输尔，伊足毋甘愿的，一寡钱拢输了了吼，准甲遐个朋友吼跋筊的朋友的钱拢甲抢去就对了。结果伊抢去的时候，迄3个囡仔毋甘愿，就甲腿甲拍，伊阵伤痕累累，阵袂行路。迄3个看伊安尼受伤吼，遮尔严重，就爬咧走啊。所以伊就伫无人甲办zan迄个小华就倒伫涂骹板遐嗨，好痛苦哦，好痛！透早也无啥人，但是迄个时阵，小明伊要去上主日学，去上主日学路过的时候，看到小华伫遐嗨餐呐，伫遐嗨。小朋友，我要问你哦，今天小华甲人去跋筊，去互拍到外起出，总是小明看到伊的时，伊的心咧挣扎，一个声讲：你去上主日学啦，你主日学袂赴啊，你真若袂赴吼，你的奖品拢无去呢，你的准时嘛无去呢，毋若安尼吼，你阁袂当全勤奖。毋过，另外一个声音甲伊讲：你是耶稣的宝贝，耶稣看到他会帮助需要的人，你要帮助他，不要让他躲在那边。小朋友，我要问您，要不要救他？真的，你们真的是耶稣的好孩子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我们要去救他？牧师会叫出来哈。迄个就是我们如果以耶稣的心去看别人的每一个人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耶稣的宝贝，所以伫迄个所在，我们要以耶稣的心为心，以上帝的眼光来看人。小朋友，牧师要甲恁提醒。虽然你要赶来教会做礼拜白父，但是你看见需要，你迄个时阵若甲伊办zan你想用耶稣的心讲，耶稣会安怎做？因为耶稣伫迄个礼拜天的时候，在星期日的时候，在安息日的时候，迄个有足侪破病的麻风病啊，还是手高达，耶稣嘛是帮助他。虽然足侪人抗议，但是耶稣看那个人得帮助，生活能更好，更重要。所以。咱若用耶稣的心去想讲，这个小华受伤累累，到尾小明伫伊咧挣扎的中间，真正甲伊办zan当他帮助他的时候，就是敬拜神。我虽然袂当去教会做礼拜，总是我伫我生活当中看见需要的人，我怜悯伊，我要紧伊的灵魂。虽然袂当到伫教会做礼拜，不过我嘛咧敬拜上帝。所以。咱来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，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人，上帝就拢看咱做最要紧的。过来，咱倒来看咱今仔日的圣经节。有人带细囝来招近耶稣，爱互伊蒙伊来接伊，遐学生就接庇因。耶稣看安尼就无欢喜，甲学生讲，耶稣甲遐学生讲，用阮细囝来招近我。无得
敬因，因为上帝国是这好人的。咱要来看到伫上尾仔节，伊讲耶稣就甲因抱，就甲因还手，就甲因祝福。所以今仔日咱要做一个祝福的工，请所有的小朋友都下来。咱今仔日要做一个祝福的工，就是咱望小朋友，我希望小朋友拢学到一个功课。当恁咱大人嘛是共款啦，咱看到人就讲平安。你爱知影，每一个基督徒拢是上帝的代表。咱咧代表，今仔日人若来教会，看牧师拢苦大面，迄个新来的大仙讲，信耶稣要创啥，也无咧欢迎我，安尼就是上帝无欢迎伊啦。所以我望咱的细囝学一个功课，小朋友，你们可以做到吗？每一次来到教会做礼拜时，看到迄阿公仔面，你就讲阿公平安，做会到未？做会到未？莫 A 到啦，较大声。啊，看到阿嬷吼，阿嬷面像我这60、70岁、70几岁吼，嘛是阿嬷对不对？恁就爱叫我牧师阿嬷对不对？牧师阿嬷平安，牧师一定甲你平安呢。我嘛要学耶稣呢，甲恁揽、甲恁抱、甲恁祝福呢。那今天你们要去做一件事，因为圣经讲，请你迄个请师傅甲我做后饲迄个圣经节，迄个甲我迄个试者，还是顶空。伊讲祝福你的，我要祝福互伊；救助你的，我要祝福伊。我望每一个小朋友学会祝福。当你咧讲平安的时，你是已经咧祝福啊。上帝平安临到你，平安本身就是一个祝福的话语。当你咧讲祝福的时，你真心在说祝福的话，上帝会透过你将这信息流通的管道，会去祝福伫别人的中间。所以，今我要邀请小朋友，老师请安排一下，我要请小朋友每一个人去恁的身边，甲每一个人拢抱一抱，然后说：“耶稣爱你。”我请恁大人嘛回应：“耶稣也爱你。”啊，你嘛个会当个加讲话，你是最棒的，你是优秀的。你将来比我出色，看你要安怎祝福拢会使。所以这个时阵来，请咱小朋友做伙就去哦哈，啊，等于完了以后再回来。牧师要学耶稣祝福你们哈，从这来每一个人都去抱抱，去祝福，都可以重复。牧师给祝福，啊，牧师给当的哦，给当的哦哈。耶稣爱你，你是耶稣的宝贝，啊，咱拢爱回应。大人嘛爱甲祝福等于呢。来，后面的大哥大姐姐，你嘛爱讲哥哥，耶稣爱你，有无？啊内底，里面的，那小婴儿嘛爱祝福啊，你祝福他。好了，完了就过来，完了就过来。祝福你们。当你们看重祝福的时候，这个祝福就给你。为什么？因为较早牧师的教会有3个囡仔，一个忧郁症，有2个做无自信的。但是每一个礼拜，牧师都抱着他，牧师都讲上帝必赐福你，居上不居下，作所不作为。你敢知影？因安怎讲？伊讲牧师甲我的祝福，今天都成就在我身上。安尼意思就是讲要看重祝福。好，所以我要来，牧师给你祝福的时候，你要阿门，阿门的是讲，牧师你祝福了，我都要，上帝就给你啊，你要紧神的祝福，神就给你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眼睛闭着，真心要听了。我奉主耶稣的名，为着阮的细囝的每一个拢来祈祷，
等我按手在他们的头上的时候，是耶稣你自己按手在他的头上。我祝福这一群孩子，这个囡仔因伫细汉的时，他们一定会得到有健康的身体。健康的身体就是不乱吃不乱花钱，有节制，而且呢，他们是一个伦理会有很好的表现的孩子。最后说，你祝福阮的细囝，逐礼拜来到教会时，他们也得到很好的品格，在他们的好品格上，他们能作为同才的好榜样。当因的同学，还是因的爸爸妈妈看到我们主日学的小朋友的时候，这些小孩子怎么跟人家不一样？你可以跟他说：“我有信耶稣啊！”所以求神祝福这一群孩子，他们都成为神你的好儿女。我也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互因伫属灵的顶面，逐礼拜来到伫教会都没有落空。他们领受神的恩典祝福，从小认识耶稣。小孩子的祷告，耶稣最喜悦。当他们祷告的时候，神就透过他们的祷告来成就许多的事，因为耶稣喜爱小孩的祷告。我将这小孩子，我再一次宣告，这一群孩子在学校读册的时，他们的人格，我闻到圣灵的香味了。圣灵要祝福你们哦！我现在闻到很强的圣灵香味。神要祝福这一群孩子在班上是同才的好榜样。那安呢，他们必居上不居下，作所不作为。因伫属灵的顶面，将来要加做上帝教会的大有见证的见证人。祝福这个世界，今仔日伫若无落空，还要看到他们将来成长，他们可以跟人做见证说。我看重祝福，今天神都赐福我，所以主祝福这个世界，真做领受祝福的人，跟对主脚步的人，一世人无离开主，唔那安尼要真做父母的荣耀甲快乐，安尼祈祷祝福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请坐，就到。